宜兰三星的安龙溪轻船比赛场地的承建工程，即马决定要另外搁开一个比赛的水道，而且这长度嘛会缩短。也毋过环保团体是批评这个开发案资料无公开，因的生态检验嘛无定做。县府是回应讲会照这个生态的规范来施工，也会负起维护的责任。 现场选手伫安龙溪飞船真刺激，宜兰县政府因为地方建议拍算伫三星安龙溪新开轻艇激流标杆竞赛场地，修改设计了后决定另开赛道加缩减赛道长度的方案开发，最近得到水利署核准，也是互环团一致。阮认为讲，伊若是有啥为这个生态减配的部分，应该爱定性来做。环团质疑，此案县府毋捌公开可行性评估资料，过程也无公民团体参与，有新方案却无重做生态检核。那新赛道未来有啥物人管理维护，到即马也毋知。公共县府是要去比赛馆无人管的网仔赛道。 县府官邸建议伫安龙溪上线2号桥水尾起大约350公尺长、各3面光的阿毛土赛道，互水利署认为无符合河川管理办法不回，修改设计，决定伫上线2号桥水尾的动化高滩地另开赛道，赛道长度也为350公尺，降为250公尺。那在整个内容里面，那我们都依据工程会的生态检核注意事项来做相关生态检核的一个 工作赛道工程有算，大约2亿3000多万，有计3月动工。面对环团质疑，县府表示会遵循生态检核注意事项施工，搁负起后手维管责任。此案完工了后，除了提供西总郡比赛使用，也会加做宜兰县水上运动训练中心记者综合报道。